歷史想勁啲就嚟睇番茄。赤壁之戰作為三國最出名嘅戰役，當時曹操率領大約30萬大軍，從北方浩浩蕩蕩咁樣南下，嚟到長江赤壁一帶，同孫劉聯盟嘅近5萬大軍展開決戰。呢一場曠世大戰，最終以曹操嘅大敗、孫劉聯盟嘅勝利作為結束。咁呢一場戰爭同蘇軾嘅練奴嬌赤壁懷古有啲咩關係呢？點解我話呢一首詞會令到後人誤解赤壁之戰嘅發生地點呢？等我接下來嘅時間一一同你揭曉。首先介紹下蘇軾呢個人，我覺得可以用一句話嚟概括佢嘅一生：優秀嘅文學家，失敗嘅政治家。作為文學家，佢有好多詩詞流傳至今，例如飲湖上初晴後與其義。可惜佢並沒有將佢嘅才華延續到政治上面。熙寧2年，宋神宗決定變法嚟扭轉當時北宋長期日不敷支嘅狀況，於是誕生咗以王安石為首嘅新派。新派上位後即刻大動干戈，3天一政令。新派操之過急嘅行為令到蘇軾感覺不妥，咁佢就上書同神宗陳述新法嘅利弊。蘇軾呢個行為亦都惹嚟新派嘅不滿，新派屢屢向神宗詆毀蘇軾，最後蘇軾不堪負荷，請求出京就職。咁神宗就調派佢去到杭州就職。之後元豐2年，蘇軾由徐州移到去湖州就職。按道理，官員調派到新嘅地方就職嗰陣時，佢哋係需要向皇帝寫一份謝主隆恩之類嘅奏表嘅。而蘇軾就喺呢份奏表入邊表示自己年事已高，無力再陪班新進嘅僆仔去搞震，仲表示你繼續俾我喺地方嗰度做個官就 OK 噶啦。我已經冇心機再翻返去京城嗰度去做官啦。咁蘇軾呢一份奏章無疑再一次挑撥起新派嘅怒火，佢哋覺得蘇軾口中嘅新進僆仔就係講緊佢哋，並且覺得蘇軾喺度暗諷緊佢哋喺度搞震。新派覺得你仲想做地方官？我而家連呢個都唔俾你做啊！吔屎啊你！心書之後就上書去彈劾蘇軾，話佢嘲諷朝廷。之後蘇軾就俾人懟咗入獄啦，視為烏台詩案。當蘇軾一度要俾人狗頭斬伺候嗰陣時，喺幾位大臣同埋太后嘅勸解下，蘇軾終於免於一死。但正所謂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逃。蘇軾被貶至黃州做一個清閒官，不得再過問政事。而練奴嬌赤壁懷古呢首詞就喺蘇軾喺黃州時所創作嘅。佢當時遊歷赤壁基嗰陣時有感而發。蘇軾見到赤壁基嗰陣時，不禁回想起當年赤壁大戰。當年周瑜不但20歲就抱得美人歸，仲喺赤壁大戰入邊擊敗曹操幾十萬大軍，年少成名。相比之下，佢幾廿歲人一事無成，仲要俾人貶到去呢個窮鄉僻里嘅地方做嘢，真係心灰意冷。咁由於蘇軾喺黃州赤壁基呢度寫下赤壁懷古啦，所以當中嘅赤壁並非指當年赤壁大戰發生嘅地方。後來有啲人讀完赤壁懷古呢首詞之後，佢哋冇分清楚，就以為黃州赤壁基就喺當年打赤壁之戰嘅地方。元豐8年，支持新法嘅宋神宗逝去，年幼嘅宋哲宗即位，支持舊派嘅皇太后喺一旁垂簾聽政，朝政大權重新回落去以司馬光為首嘅舊派手中。舊派決定要全面廢除新派嘅所有政策，一報當年之仇。咁呢陣時候，你肯定覺得蘇軾嘅機會嚟啦。佢既然之前咁反對新派嘅做法，咁佢一定係舊派啦。咁你就錯啦。蘇軾既唔係新派，亦都唔係舊派。雖然佢上書同神宗講新法嘅各種弊病，但係佢依然覺得當中係有啲可取之處嘅，所以佢就極力反對舊派全面否決新派嘅政策。於是佢再次得到嚟自舊派同僚嘅打壓，兩邊嘅唔討好，導致佢呢一世人漂泊不定，仕途失意。佢仲要被老婆吐槽為一肚皮不合時宜，即係話佢唔識得順應潮流，隨波逐流。雖然蘇軾唔人云亦云啦，但又何嘗唔係佢堅守心中正義嘅最好證明呢？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頻道初創需要大家嘅支持，中意個影片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推薦出去俾更多人睇到。我哋下集見，拜。